最近咧就喺 Facebook 就睇咗一篇 post，咁就講下有關保安員嘅見工嘅兩種情況。咁入邊講後咧就內容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下，加上自己少少嘅個人意見。咁入邊講咧就見工方法咧有兩種啦。第一就想去保安公司見工啦。第二就係經過中介公司嘅見工，即係中介咧意思就話普通人叫做雞頭公司啦。咁兩者之中嗰啲優點同埋缺點有咩問題咧？想去公司見工，優點咧當然就話穩陣啲啦。你如果見到一間公司有咩問題，你都可以追究到嗰間公司。但係當然咧，缺點咧就比較多啲啦。第一，可能嘥時間啦，嘥車費啦。第二，入職時間咧可能要長啲，隨時咧要可能2-3個鐘頭啦。第三，時間咧見工咧，第三咧就可能見工咧就未必一定成功嘅，有機會咧就可能唔得。第四咧就欠缺靈活性，冇咁靈活性，冇咁大。好啦，另一種咧就通過中介公司去見工。咁中介公司你都可以簡單分兩種，一種咧就純粹用個人嘅名譽去做雞頭。如果用個人名義做雞頭咧，呢種做法咧就唔合法嘅。如果你係用公司嘅方法咧去做雞頭啦，做中介公司咧就絕對冇問題嘅。所以大家要搞清楚，雞頭有兩種嘅。好啦，咁做雞頭咧有咩優勢咧？第一，個靈活性就大啲啦。見工嘅成功機會會大啲，因為佢係有工作之後先會安排人去見工咧。第二咧就係慳時間慳車費啦。第三，出糧方法比較靈活啲啦，可以出現金告訴馬會支持佢咧。第四，出糧會快啲。咁當然啦，而佢亦都有個缺點咧，就話容易俾人走數。第二咧就話人工可能會低少少。咁大家自己衡量下，究竟想要咩方式去見工。OK。